讲的这首诗，这首到龙年了，这都没住，多人住，老母了的，年十一啊。你好，别人家里头做人子，来到，来了，来了年，家来了年，地有到，叮当着，这问着了，那这家梦。正年纪人家里我难住了，我当初人家了早人子弄了，人家要有帮着，说问着天着地人着都着地了，我说这样个，但是呢，这年纪人说了，说一天让我走不没，有能我用手干子弄来了，人家要有东西说问着了，我领导家过大，2年农呀不挣了，我都家那风。这龙年龙纪难住了，我当初这龙年龙纪我我都金牛，来住人子用了这龙年龙纪要有到可能让抓人看过这年能呀不挣了，我都这。要骑伢路啦，生来光顾啦，去抓人家电脑，拿去把路年接了，光多。